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，薩瓦迪卡，冚觀眾啲級。咁我將會對呢部嘅影片咧進行最後一次嘅回應。不管你係中意我嘅觀眾、支持我嘅觀眾，甚至係討厭我嘅觀眾呢，我都希望你留喺度靜心去聽我講完呢部嘅影片。咁我第一步呢，點解要拍呢部咁嘅影片呢？因為我見到你哋用你哋國家嘅相或者影片啦，而同泰國嘅相影片比較呢，我覺得係好唔符合邏輯。我自己覺得甚至係一個唔公平啦。首先，不論呢啲影片係唔係泰國，對我嚟講呢，其實可能未必喺泰國度揾到嘅呢啲相同影片。咁但我只係想講呢，既然你哋係用一啲名勝啊旅遊嘅景點去做比較嘅時候呢，我覺得應該要用翻都係相同嘅相啊影片啊去進行比較呢，咁樣呢先能夠公平，唔會令到呢其中一方係個心呢唔係咁舒服，或者係覺得唔公平。而另外一樣嘢呢，就係呢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已經居住咗泰國4年啦，我住咗泰國嘅好多地方呢，我係從來冇見過呢個畫面。而我自己呢，亦都係一位香港嘅博主，所以我以前呢，經常去泰國唔同嘅地方度拍攝影片分享俾香港嘅人，但係我都從來冇見過影片係咁樣。同埋最重要嘅一點呢，就係停止辱罵雙方啦，好唔好？大家都要冷靜。再一次多謝大家觀看呢部影片。